各位来宾、戏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文化驿站啊。那今天呢，是我们有东南剧院和欧剧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新年戏剧周啊，即将在下个月拉开帷幕。那么隆重上演的有几台，总共有5台大戏，风格迥异，有粤剧、欧剧，还有舞剧。那么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新年的一个新气象，让大家欣赏到各种艺术风格的不同的舞台剧。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请我们欧剧艺术研究院的院长蔡小秋老师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演出周的活动。有请蔡老师。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上来的不是方老师，是蔡老师。我占用大家3到5分钟的时间，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次戏剧周。我就是因为东南剧院和欧剧院一起主办的这个新年戏剧周，这已经是我记得应该是第5年了啊， 1年1次。对，然后我们曾经呢跟上海的昆剧团。跟绍兴小百花、跟上海沪剧院都合作过。那么今年我们非常荣幸的跟上海粤剧院，这个方雅芬老师这个团，那么一起邀请他们过来演2场，是方老师的代表作，《梁祝》和《祥林嫂》。祥林嫂，对，这个还是我跟方汝将老师2个人挑来挑去，决定了是这2台戏。而且跟他说一定要阿花老师过来，跟雅芬老师就是黄金搭档。对对，这个搭档。所以我想呢，我们希望每年在元旦的时候，在就农历年和新年的这个交替的时候呢，能够奉献给我们广大的戏迷观众，能够有热闹一场。大家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1年的辛苦啊。放下1年的辛苦。据我所知，前几年的这个活动票房做的都相当好。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今年我们出动了雅芬老师还有阿花老师，应该票房也会大卖。是的，是的。先预告一下我手里拿着很多张票啊。今天呢有2个活动，第一，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梁祝》和《祥林嫂》的其中的一些位置比较好的票子呢，让雅芬老师亲笔签好了名。那么大家还没有购票的，等会活动结束以后啊，可以到我们的东南剧院那边有一个工作台，可以到那边买到我们雅芬老师亲手签好他的名字的票。带来不多，就10张，有限啊，数量有限，每场10张，对，梁祝的10张。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折扣，8折，对，在票房里是买不到的啊，所以只有大家很认真的签了字了。还有一个，我们活动结束以后，在场的每位观众还可以领到1张《杀狗记》、1张毛显照老师的艺术专场的门票，就免费可以领取到1张啊！所以活动结束了，这是我们蔡院长今天下午才临时决定的，给大家，因为看大家报名非常踊跃啊，所以说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份礼物啊。好，我就先起预告了，我把这个宝贵的时间让给方老师。那么谢谢我们蔡院长。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5台大戏，大家其实最关注的还是我们其中的2台粤剧，一台是《祥林嫂》，还有1台是原范版的《梁祝》，这个可不多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演过几场，在我们温州也是首次出演。那么我们今天有幸也请到了我们2台粤剧大戏的领衔主演方亚芬，粤剧名家、当代名家方亚芬老师，来有请我们的方老师。来，方老师跟我们温州热情的戏迷打个招呼。大家好，真的是非常高兴，应该说也是非常的辛苦，千里跋涉来到温州。虽然不是第1次来，但是每次看到大家都好像是，已经相识了很久一样。好像我到温州已经有将近10年没来演出了吧？上一次应该是《韩非子》和《西厢记》的那一次。对对对。10年了。对对，将近10年了。方老师相当忙啊，他今天是中午的动车赶到这边已经5点多了，等会儿我们的那个结束了以后，他要马上赶到杭州，明天杭州有场演出，所以、明天是那个我们正好粤剧小镇开
开张有一个山河恋的演出，明天是化妆造型，所以我晚上这里结束以后，必须赶到那边，明天一早再造型要。所以今天我们活动的时间留给大家的并不多，只有1个小时，所以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啊，等会儿可以多多了解一下我们雅峰老师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也可以听到雅峰老师给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家很想听的唱段，可以吗？没关系，我觉得。谢谢，我觉得大家在一起，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的交流。大家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因为，难得来嘛，可能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想要了解我的事业、工作等等方面的。我觉得只要在范畴里面都可以，在范畴以外，我说对不起，无可奉告。那这样吧，我们就随便聊。我们雅芳老师先请坐，好吧？坐哪里呢？那您坐红的哈，您坐这边，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都要红红火火的。对，我们就像聊家常一样啊，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大家都知道您是原派的传承人，也众所周知，您是现在原派当中你是扛大旗的。应该是这么说吧。我觉得，目前我们原派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也是袁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实际上也不是袁老师的要求，袁老师对整个粤剧的要求，希望我们的这一辈人能够担当、有责任，能够真正的像前辈一样的能够站在台中间，不光光是在台中间是作为一个演员，在事业当中也要站在台中间，担负起一份责任。讲得特别好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袁学芬老师是粤剧改革的先驱者、先锋。那么您当初进戏校就定的学习原派的，是后来才改的原派？按说老师也没有刻意的要求一定要跟他学的一模一样，但是从我内心来说，我进上海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对自己定下的是一个学习原派。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哎呀，一听到祥林嫂好苦啊，是吧？这个人物好苦好苦。我以前的感觉也是，哎呀，这个人物好苦啊，原派好苦啊，唱起来。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那个《西厢记》琴心的时候，是被这段琴心给折服的。哎呀，原派还可以这么唱的，原来还有那么好听的唱腔，很美，很美很美。哎呦，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我自己以前对艺术的一个片面的了解，没有，只是一个小学生。真正的要走进粤剧的殿堂，走进艺术的殿堂，我们真的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努力，很大很大的心血，要去传承，要去继承，要让它发扬光大。对，其实原派在我们戏迷当中，就是您还没从戏校毕业的时候，其实袁学芬老师在他文革后期，文革结束以后，他就很少登台了，所以在我们戏迷印象当中就是祥林嫂。袁老师好像80年以后就没登台，所以说我也没看过袁老师的演出。能够看到袁老师演出的只是《梁祝》和祥林嫂的电影。影像资料，对，那时候因为拍摄的各方面的条件，总觉得都不好看。那而且祥林嫂又那么苦。就觉得那时候就学原派的人很少很少。所以从您毕业以后就崭露头角，然后原派唱腔才真正在戏迷当中啊开花了，大家都很喜欢原派。大家都跟我一样嘛，一开始对原派艺术不了解，对吧？都觉得哎呦原派片面的，对。但实际上你真正的深入到一个领域当中，你会发觉它的魅力无穷。所以说现在我在演祥林嫂，我演西厢记，我演《梁祝》，我演《红楼梦》，演4大经典的时候，就能够很相对的比较正确的来划分人与人之间他的声音条件、他的唱腔旋律，他以唱腔为人物服务来做到这一点。那跟我们聊聊那个原范版的《梁祝》吧。大家都知道，我们比较熟悉的近些年舞台上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副派唱腔的《梁祝》祝英台，但原派其实就是在电影当中这个影像资料看到，是什么让你触发了这种想把袁老师这台剧目恢复到舞台上的？实际上，作为一个原派花旦，作为一个粤剧人，
演四大经典，演粤剧的四大经典，是我们所有演员梦寐以求的。可以说，现在粤剧院能够演绎四大经典为集一身的，可能就是我。我从《梁祝》的祝英台、祥林嫂、林黛玉到《西厢记》的崔莺莺，我几个角色都演了。《红楼梦》当中我还演了贾宝玉，演了王熙凤。我觉得《梁祝》这部戏一直我没有排，是因为老师一直没让我排。实际上，我们第一次看的，我看的《梁祝》第一次也是袁老师的电影。作为我从走进了袁派这个门以后，我就很渴望的能够再次演绎《梁祝》，因为就像您说的一样，大家熟悉的是傅老师的《梁祝》，已经有那个版本了。袁老师一直觉得傅老师已经在演了，而且很多观众都已经接受了、认可。如果为了一部电影或者为了他某一个个人的怎么样，再去重新把那个原范版的再去排练，他觉得不要自己给自己打擂台。这就是袁老师的一种风格，对大情怀。曾经我们要重新排练那个，就是张瑞红跟陈颖重新排《梁祝》的时候，当时也曾经定过是我，但后来袁老师说，你还是缓一缓，放下。真正开始排练《梁祝》，是因为袁老师过世以后，我觉得从纪念的角度，还有我自己一种梦寐以求的那个想法，把那个原范版的《梁祝》在电影的基础上面，增加了英台、哭灵和宋兄，还有我们的后面的宋清。因为电影它只有1个多小时，在舞台上面篇幅有限，所以我们把宋兄跟哭灵加上去，还有把那个逼嫁这一段改成了宋清，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走进剧场去欣赏我和吴凤花一起演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肯定会让大家有耳目一新，重新领略《梁祝》的魅力。其实《梁祝》的成功，其实在我们上海、杭州等地都演过好几场了啊，反响非常的不错。不单单是圆了你自己心里的一个梦，其实也是圆了您老师。实际上也是一个传承。对。我作为一个原派的，现在可以说大师姐吧，尽管我的2个姐姐啊，她们年龄比我大，像华一清啊。像陶琪啊，还有李佩杰啊，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但是我是他们的大师姐，因为我入门比较早，入门比较早，而且呢，我在老师身边待的时间比较久，可能老师的很多艺术我可能会接受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姐妹之间、师姐妹之间也会经常的交流，需要的时候也会经常的。把艺术上面那一点是怎么样，这个应该怎么唱，这个应该怎么演，我们根本就没有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包括我现在带的一些学生，陶琪带的学生，像陶琪前一阵子他的学生要演那个玉清嫂，他说：“哎，师姐啊，他说我的学生他要演那个玉清嫂110几句的，你能不能教教他？”我说没问题，让他过来吧。他再到上海来，我一样的，因为这个不能有门第观念。你如果有门第观念，就不会有发展。就是原派下面的几位弟子都关系非常融洽。对对对，他们下面的关系也非常好，平时艺术方面的交流也非常的好。所以自从那个袁老去世以后，做过几场比较大的纪念袁老师的活动，都是你们几位师姐妹。在袁老师没有过世之前，他们都很好。对，那个袁老师我袁老师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原派方亚芬携原派弟子新春专场演出，完了以后，我就把他们带到袁老师的病床前，我跟他们说，老师，我说我把我的徒子徒孙都带来了，你们应该叫什么？他们叫阿布，叫外婆啊。哎，我老师很开心，哎，他就觉得，后来老师出医院，我到他去看他的时候，他看到我
我说老师再见，我回家了哈。他说哎，方老师再见。哎，我想老师你怎么叫我老师？他说你现在也是教学生，你也是老师了呀，我应该叫你一声老师。老师用自己的那个嵊州的官话，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能听得懂。方老师再见。听得懂，因为在座的都是粤剧迷，所以都能听得懂。我讲方老师再见。哎呀，那时候我就觉得一下子，哎呀，我觉得真的老师也认可我们现在的学生他们所从事的，他们所互相在一起，而且他会关照我的学生们说，你们不能把这一场戏演完了就没有了哈。你们应该大家都留微信，要经常的要交流，这样关照大家。所以说我们的一些小朋友们真的非常的融洽，团结，非常非常团结。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亚芬老师在聊到他的恩师袁老师的时候，他话特别多，然后讲的特别动情，顺，对对，就是讲，而且他不想别人讲述老师一样，他就要讲述自己的妈妈。对。袁老师跟你的关系是不是就真的像母女关系一样？也可以说是母女，也可以是朋友。我老师一直说的，我们像朋友一样的交流，这样呢，他会把很多的东西都会教会我。所以说，我现在很多去讲座什么的，他们说，哎，老师你怎么懂那么多？我说，我也是听我的老师教会我的，我才会有那么多的东西教会给大家，教给大家。我们戏曲梨园界内的传承，对，言传身教。对，那么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有关于袁老师的，也聊了很多原范版的《梁祝》，大家是不是更多的还是想听我们亚芬老师唱，是不是啊？能不能请亚芬老师给我们唱一段《梁祝》？我想，那有人会唱那个副派的吗？会不会？小九妹。我觉得我们跟原派的他这一段，我家小九妹，尽管是比我们傅老师的这个短，但是他朗朗上口，就像在说话一样。原派的艺术，它既能叙事又能抒情。它因为我们《梁祝》哈，它是个民间故事。我所理解的祝英台，她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家里面有几分男孩子气的。要不然的话，她像崔莺莺一样，这一步肯定迈不出去。她是自告奋勇的要去杭城读书，她是有魄力的、有魅力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她对求知欲是非常强，而且碰到任何的事情，她应变能力非常的快。所以说我老师的这段，我家有个小九妹是非常的朗朗上口，有伴奏也可以，没伴奏也可以，都可以，能放吗？那我们就大家来掌声，请我们亚芬老师给大家。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三清白，吃饭就要上堂称，九妹一心相同来，我想男儿过须尽疏通，女儿读书也应该，只怪我弟弟太固执，终于留下小妹。是不是非常简单明了？音乐停一下。刚刚因为是话筒，它对着那个音响以后，它才会那个的。把音乐关一下。大家觉得这段好听吗？以后这一段就作为像流行音乐一样的，大家要把它广为流传。对，可能我们没听到这个原派的小九妹之前，因为听惯了副派，可能会觉得，哎，会不会先入为主了？但是原派小九妹一出来，毫无违和感。她是非常朴实，她是个员外的女儿，她跟这个崔莺莺不一样。崔莺莺她要拿捏的，要非常的嗲，非常的有一种柔情感，而且呢，她要有一种贵气。那我们的祝英台呢，她是一个员外的女儿，是民间故事当中的流传起来的一个女子，所以说她具有一种朴实感，一朗朗上口。我家有个小九妹，说自己的聪明伶俐
身清白，此番就要上杭城，九妹一心相同来。我想男儿姑须尽速读，女儿读书也应该。只怪我弟弟太固执，终于留下小九妹。有点俏皮，有点俏皮，有点机智。你看范亚本老师特别有心啊！刚才因为一点小意外，他就很想补偿大家，又给大家清唱了一次。对对，考试了一次。而且有没有发现这段小九妹听过2次以后，旋律已经在脑海中了，可能下次听到基本上就能跟着唱了啊！所以这次的演出，大家一定要到场再去现场再领略一次，学会这段可以传唱开来的小九妹。很多很多可以学，很多可以看。特别是我们的《梁祝》的库林、祭文、宋兄、楼台会，大家可能在纪念袁老师的这个，我跟张瑞红一起演过，有点印象哈，有点印象。其他记者比较少的看到，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哎，我问一下，这里有人买《梁祝》的票了没有？应该蛮多的了，就这么几个啊？好像少了一点啊。对。因为我刚刚在采访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以前特别是这台州地区温州这块哈，很多可能送票的比较多，对吧？对，以前就自己买票的比较少。但是近些年也都是购票进入场内看演出了。对，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要看戏，我也自己掏钱。也要买票。去买票，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去欣赏一份艺术，是我自己愿意去看，而不是说人家送给你，你要去看。有的人他送给你看了以后，他拿了票以后，反正我不是自己出钱的，我可以不来。但是我自己掏了钱，这钱是我自己买了的票子，而且我自己喜欢要看的，我必须要走进剧场，不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刚才在场下有戏迷朋友跟我说了，是还想听你多唱几段。大家说听了《梁祝》了，再来段《祥林嫂》怎么样？今天准备是不是搞专场了？对，就是您的专场。来段《祥林嫂》。我在唱之前，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哈。大家有没有？刚刚你坐下，请您坐下。你坐。他刚刚坐的时候，他是啪一坐。大家知道，我们小秋知道，我们演花旦的坐的，大家看到我只坐了这半拉子的屁股，你看，大家你们舒服啊？哈，一坐这样对吧？但是我们在台上都坐的是，你看就坐的这么一点点。你如果把我凳子后面抽掉了，我还坐在那里。这。小秋哈，这是我们花旦在台上，我要今天演李秀英，我就这么，实际上我们是这个都是空的，所以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不是随便说的。今天你要把我凳子拿掉了，我还照样坐在那里，看到没？就我们的那个演员，就是他是腰是有力的，比如我坐在那儿就是坐腰的。我是整屁股坐在那儿的，对吧？大气嘛，我们演的都是大家闺秀。但是我跟你讲，我刚刚唱的那个祝英台，跟我唱的祥林嫂，跟唱的西厢记的崔莺莺，完全是她的发声跟她的做派，她的手眼身法步完全是不一样的。截然不同了。所以说我刚刚已经说了，原派艺术它既能叙事又能抒情。今天的接下来唱的那段《祥林嫂》，它是叙事性的，放一下呗。来，音乐。第二个丈夫遇上。
许我转身，那杀机在我闻刚才驴马一番话，原来我才年有这半生，我生死不见。天堂路，应是大雨地院门，还有那两个丈夫在应是等，念望要把我一举两半分。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那个《梁祝》的唱法跟那个祥林嫂的唱法有不一样？有哦。有人说出来有哪几点不一样的话，我待会儿再唱一段。来，谁自告奋勇可以上来表述一下？来来来，有请。抓紧时间来，我觉得首先从年龄上面就可以区分了，他整个人就是气往下沉了，没有那种亮起来的感觉了，不是青春靓丽的祝英台了，整个就是老气了很中老年妇女多的感觉。然后觉得好像人物呢？人物就是很沉稳、很闷一点的感觉的，没有那种劳动妇女俏皮。劳动妇女和读书的女孩子还是不同。对。讲的。所以说我们说看戏要看门道。不能说我今天哎呦这个戏好看啊，这个戏难看，不是，要去真正的要看戏，要看门道。我们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些朋友，肯定都是一些资深的粤剧戏迷，所以说要教会大家怎么看戏。大家刚刚我们那个美女已经说了，祥林嫂她很沉稳。她是个劳动妇女，她不能洋溢着青春，她因为被生活已经折磨的到最底层了。非常压抑。而且这一场戏，我当时候听袁老师说，在鲁迅笔下只有28个字。他说今天听了刘妈的一番话以后，第二天祥林嫂只看到祥林嫂的眼圈是发黑的，他就在这几个字当中创作了这段厨房间。他就在想。厨房间里面，他在想什么呢？他想了什么才会第二天眼圈发黑呢？那肯定是又怕又急，又自己不能解。所以说到最后，他临死的时候，他都还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到底灵魂有没有，地狱有没有？带着问号离开人世。对，所以说我们看戏的时候，真的要看懂了这个，会越看越有味道。所以祥林嫂也要好好欣赏的，因为觉得《梁祝》很好看，又漂亮又好看，对吧？祥林嫂又苦又难看，长得好。曾经有人跟我讲：“哎呀，方呀芳，我求求你，拜托你，你以后不要再演祥林嫂了，好不好？哎呦，这个形象实在太难看了。你平时给人家都是一个非常风姿卓越的，而且嗲嗲的那个。”美姐姐，要么公主，要么就是相府小姐。那个祥林嫂到最后啊，那么难看，太丑了。你千万不要演了好吗？我觉得，我说，你们如果爱我的艺术，就要爱我塑造的人物。我塑造的祥林嫂，她是一个艺术人物，所以说大家也要喜欢我，也要喜欢祥林嫂。
所以我们不单单进剧院看第一天的原范本的《梁祝》，第二天的《祥林嫂》更加精彩。而且我们的祥林嫂，《梁祝》是女子版的，《祥林嫂》是男女合演版的。因为我现在是一团的团长，我一团是男女合演团，你们要支持我，要支持我们的祥林嫂，也支持我们的越剧。我们亚芬老师讲的特别实在，讲特别好啊。刚才呢，更多讲的是您的船，对，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您自己原创的一些角色、一些戏的感觉？哎呀，说实话哈，我在06年的时候创作了一部新戏，叫《玉清嫂》。大家知道吗？玉清嫂是亚芬老师夺梅的大戏，而且梅花奖不容易吧？亚芬老师是那一届梅花奖的榜首。大家觉得很惊奇哈，但实际上我那时候去评梅花奖的时候发的39度的高烧去的，真的是确实是很不容易。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一部戏的成就，不是我跟大家后来说，我说名我得了，梅花奖是有奖金的，我们宣传部那时候还有奖励，就说你今年获得了重大奖项有奖金的，那我说。钱就大家都一起分享了吧，名就给我一个人，因为毕竟一部戏你得一个奖，并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成就，编导演英梅在后面都做了你的垫脚石。一个团队的创作。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演员，还要懂得感恩。如果能够懂得感恩的一个演员，他肯定会越走越好。所以说，我也要谢谢你们，你们都在支持我。大家可能不知道啊，《玉清嫂》现在是方亚芬老师的一个代表剧目，但你们可能不知道，当时这个《玉清嫂》你是救场救下来的一个戏，对吧？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说这个《玉清嫂》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荣誉，这个救场我觉得也救得非常的值。玉清嫂给我梅花奖榜首，那是大家知道了。还让我获得了第二次的白玉兰主角奖。我第一次获得白玉兰主角奖是《西厢记》，第二次是《玉清嫂》，还让我获得了越剧节的主角奖。我觉得给我的荣誉很多很多，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再苦再累，到最后有这么一个，那么多荣誉堆在我身上，我觉得一方面也是离不开我自己自身的努力，也。真正的是离不开所有团队的所有人对我的帮助。毕竟我在救场的时候，只用了短短的十几天的时间。那时候真的是很苦很累，那时候哭也哭了，坐在地上，我说我真的记不住啊。据我所知，单里面的重点唱段那一段唱腔是118句吗？110几句。110几句的唱腔。110几句。那时候真的，因为我们的艺术的生产有一个过程的，它首先你要拿到剧本，要读剧本，导演分析剧本，你自己要做小品，自己要去捋顺这个故事的情节，完了设计唱腔，你要学唱腔，完了还有很多动作，我前面的全部省略了，一下子进入一个。全新的排练过程，2眼一抹黑，3天排下来以后，我什么都忘了。排的时候都清楚的，排完了以后到排练场，全部没有了。我坐在地板上面哭。也就是说，从接到任务到首演，短短10几天时间把一个大戏。因为我说的10几天是我排练的时间，整个过程只有22天，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合成、彩排、装台，各式各样的日程占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值。因为大家也因为知道了玉清嫂，也知道了我方亚芬这么一个戏，那这个玉清嫂这个人物，跟你以往创作和演的一些人物是截然不同的，也没有模板可以借鉴。没有任何模板可以借鉴。要短短的10几天时间，要走进这个人物的心境，要把这个人物呈现好，再加上他不管从外形还是年代，还是人物来说。不应该是，也就是说，越剧呈现这样的一个题材是比较难的，以前没有过。应该说我在之前演的《早春2月》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还有《祥林嫂》也让我体会到这个
塑造人物的乐趣。很有意思啊，三个嫂。对，那个玉清嫂是一个现代戏，是不穿裙子的，她是穿裤子的，所以说更要注重的是人物的她的身上的身段动作。如果你在台上穿着裙子，你脚怎么放大家都看不见。如果穿着裤子，我脚这么一插，就哎呀，太没修养了哈。所以说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上动作。在形体上，形体上其实更讲究。如果演过传统戏没有演过现代戏的人，一旦走上舞台让他演现代戏，他会手足无措，因为他没有水袖可以借鉴，没有裙子，没有裙子可以遮挡，一切的一切全部暴露在观众面前，完全要靠你塑造人物、你的形体、行为语言来完成一个人物。对，亚芬老师。但是呢，我觉得我06年演了玉清嫂以后，到后来我当团长了，我做领导了。您是11年06年06年07年吧，一团的团长，也是临危受命吧。我觉得也应该尽点责任哈。从这以后，我就再没有演过主演的戏，我在团里面都演了绿叶。尽管我演了很多的戏啊，像那个铜雀台呀、双珠凤啊，等等，但是我没有一个是领衔的，以方亚芬为第一。这几个戏都是小生戏，不是旦角戏。对对。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它的结构啊，我跟大家普及一下。上海越剧院现在分为红楼团和一团。红楼团是大家平常看到的。实际上是1团、2团，我是1团，2团是红楼团。红楼团呢，大家都比较清楚，经常《红楼梦》钱惠丽啊、尚养平他们的。那么一团呢，就是男女合演团。以前赵志刚在的时候，就是我们赵志刚一起那个。我们方亚芬老师完全可以留在红楼团领衔的。哎，我觉得一团也挺好的。但是他就临危受命，觉得一团需要有一个人来扛这面旗子。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在一个越剧院里面哈，我就从一个女子团走到男女合演团，我觉得两面我都占了，我多合算啊！所以，方亚芬老师的心态特别的好啊。他觉得，我的名也有了，他刚才说了，我利也有了啊。利没有？利分了。分给大家了。没有，这个我觉得我们做演员，不要大家觉得好像做演员啊，你们是多么有钱的。对，戏曲演员是非常清贫的。实际上，我们是在享受着一份清贫，因为你一旦走进这个殿堂的时候，你在演戏，有时候，哎呀，再怎么样，我今天演的淋漓尽致的时候，我觉得比给我吃了一个童子鸡，都还舒服。但是你有时候，当然有钱是最好了。先撇开这个例，我们说一下，你从红楼团到我们的那个一团当团长，其实失去了很多的机会。没有啊，我觉得我成就了自己的自身的价值啊。要不当团长，人家不知道我还有当团长的这个天分呢。大家其实从亚芬老师的这一番阐述当中，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大家都可以借鉴一下这种心态，特别平和。特别平和，作为一位艺术大家啊，越剧名家，当代的一位非常大气的大青衣，真的我不是捧着我们那个亚芬老师，没关系，捧一下没关系。因为我是亚芬老师的忠实戏迷。今天我跟他是5点多才碰到的，一碰面我就跟亚芬老师表白了，我说我小时候看着他的戏的。他居然看了我第一个演的大戏哦。亚芬老师很惊奇，他问我那会儿多大，我说大概7、8岁吧，我说你多大？看上去怎么比我老啊？他居然看过我在镇海越剧团的演过一个《康王告状》，我的第一个大戏啊。亚芬老师不是上海人，我们浙江人。对，宁波人。宁波人，他最早呢是在宁波镇海越剧团的。对。后来呢，也就是被我们现在所谓的星探啊发现了，哇，一个人才，就把他呀选送到了上海戏剧学校。我是考进上海戏校。没有被星探发现是吧？这个很多的里面的方方面面就不去详述了。但是你们那届的人才相当多。张瑞红，正好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不是说越剧改革40周年嘛？我们赶上了越剧改革、中国改革的好时代。
人才引进，我可以从镇海越剧团，考到上海戏校，可以经过系统性的训练，成为目前来说，当代艺术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亚芬老师就是特别随和，也很实在啊？他说的都是实话，然后让大家很轻松的听了他的一些见解。我自己说当代艺术家，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说呢，不能让我自己来说，要大家认了，对吧？大家说亚芬老师是不是当代艺术家呀？谢谢，我现在觉得我是艺术家了。但是作为艺术家，我觉得首先要有付出，你要继承的同时，你还要付出，你要培养更多的人，要不然给你一个艺术家的名干嘛？挂在那里啊，对吧？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做，就像我老师说的一样，我现在是放老师。现在你也在带学生，教很多学生。把你自己的艺术给不仅带我自己院团里面的，也带我外省市的，温州越剧团也有啊。我们温越的邵梦郎当家花旦也是我们那个亚芬老师的学生。来，我们有请我们的邵梦郎。大家这次在《角儿来了》里面，邵梦兰也有亲情的演出啊。最近有没有看那个《角儿来了》的这期节目？没看的话，上网去搜一下啊，搜一下。那个。孟郎大家都很熟悉，是我们温越现在一位当家的花旦了，升起的一位新星。他呢是亚芬老师的学生，学唱原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对，也好多年了。是怎么样？从什么机会结识的亚芬老师？这得感谢我们的那个作曲老师陈军老师。上海越剧院的作曲。对，我们温越好多的戏都是陈军老师帮我们做的。就是他发现了你，然后把你引荐给。对，帮我引荐给方老师，然后才有缘相识。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最近温越在外面巡回演出了1个月，刚刚回来啊，所以孟郎显得有点憔悴。能不能给大家亮一下嗓子？其实大家还是更喜欢听。哎呀，我今天觉得我过来是来考试来了。那个。今天我在台下都看了好几遍的台词，我总觉得我会忘台词，那么紧张。孟郎还是比较原派的弟子都一样，我觉得都是有一种随和，还是有一种低调，都比较低调啊。亚芬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孟郎合唱一个？我不要跟老师合唱。他们平时的时候啊，都恨不得爬到我头上来。没有吧。就一句话，就说给他一点颜色，马上就灿烂起来。但是，一旦教戏的时候，他们就一本正经。那个孟兰到上海去学那个我的妙玉静心。妙玉静心的时候，坐在那里好好的站好。你自己学的怎么样了？先来一遍。那没来的，你空手来跟我来学什么？我难道我要从头开始教你吗？他吓死，他说平时的时候他们可以爬到我头上，但是在教戏的时候，在学艺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他是学生，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哪有这样子？那么孟亮有没有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段子？我今天要想来想去，我唱什么呢？汇报吧。《西厢记》我也不敢唱，香令嫂老师要演出的我也不敢唱，我就挑了一段。唱个自己的新戏呗。挑了一段。其实知道原派的人也都知道，香妃的一个选段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我自己也很喜欢。安妮娜在讲。安妮娜。安妮娜，说对不对？大家听懂了吗？大家都听懂了，说明你说的很正确。怎么学会的温州话？孟兰教你的是吧？哦，学得很标准，很标准。我有教吗？安妮娜、费娜。哦天。这就演员模仿能力很强啊。那我们把舞台交给孟郎，让大家唱的什么哪段？香妃的。香妃的雾朦胧，月朦胧。对。梦
心事好吗？望苍空，头一来观，翠葱葱，看不见云铺月来唱浓音，听不见东波拉琴声响叮咚，草原上杀气层层涌，转马跑响似长空，将士们单程匹夫勇，前不顾遍地牧草雪霜，数十年为步青顶难相拥，短暂的和解已成空。望眼他听从杀我来从容，磨刀霍霍心定勇，为步兵将有多少？正当他大清朝倾国之兵百万众，全部姓王爷马黄龙，长老们就在汉堡匆匆痛，众生皆在我头心，却道老光我有心从哎呀，好紧张呀，真的。紧张说明自己还没有学到位。我在我老师唱的时候，反正老师已经过世了，我也不怕说。我在老师面前唱的时候，我也怕的，真的也怕的，因为我比他还怕。那要不要因为毕竟点评一下你学生的唱？他已经这样，我就算了。实际上呢，梦兰她的音色条件很好，很宽，跟我有蛮多相似的地方。但她现在呢，因为也是距离比较远嘛，就是教她的机会也不是特别的多，只有她需要了才到我这边来。所以说，她现在唱的这个，大家听上去很好听，但我对她如果有严格要求的话，她的声音还要再拎起来一点，拎起来一点。更年轻化一点。香妃她是一个，虽然是个已经是有妇之妇哈，但是她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香妃，不是老年的香妃。声音可以再体现的可以再再年轻一体点。现的再年轻一点。你要不你磨刀霍霍新兵勇，像类似于这样，你磨刀霍霍新兵勇，那听上去很厚实，但是缺少一个年龄感，人物感。就太沉了，有的唱腔讲灵嫂。要是我今天我客气的时候，我说你唱的老气了一点。有时候我会唱，他们唱《西厢记》的时候唱的莫不是，这是崔莺吗？这是崔莺他妈。所以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也是很要注重人物的年龄感、分寸感，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哇，谢谢我们邵梦郎，有机会要再多去上海向老师请教。有没有发现他们师生特别融洽啊？来，方老师您请坐。我的一些小朋友们都看到我都会发嗲的，哎呀，抱一下嘛。刚才跟大家聊的都是您之前的一些动向，那能不能跟大家说说你接下来的一些行动，透露一下？这2个月真的，这个月跟下个月，我已经一张单子一看，我要忙到1月28号。前2天在北京
参加一个晚会。这个月北京去了2次。都参加大型的对，晚会。完了，我自己团里面要演出，还有一些到了年底大家知道的要发钱了，对吧？要总结，要写总结吧。领导嘛就比较忙。对，我是领导啊，对，要写总结，要发奖金。这个很重要。事比较多，再加上你自己演出也多。还有那个我们嵊州的那个越剧小镇要开幕。对，大家有没有？山河恋他们都有注意到，那个最近网上有发布，越剧小镇要打造一个时间比较短的，大概50来分钟的全明星版的《山河恋》，你们有听说过吗？要想出票的，赶紧回去晚上可以找一下，说不定还买得到。先把这个票子买了，再去买山河恋。先看你这个票出的好不好啊？到时候买不到票的，找雅芬老师。他帮你解决啊，那个票是花钱都买不到了啊！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全明星阵容的《山河恋》吗？它的初衷是什么？也是为了打造那个越剧小镇的开幕，也把一些梅花奖的演员大家聚集在一起。因为《山河恋》是以前最初的时候，袁老师她们10姐妹是为了要自己造一个剧场，越剧人的剧场，发起的一个义演。那实际上呢，他当时的时候应该说是，实质性的内容，政治性大过于内容性。实际上，现在我们越剧小镇呢，实际上要把一些姐妹们大家聚在一起，主要是以围绕着送信这个折子的前后后，阿花、吴凤花、毛维涛，我几个梅花奖的演员组成了一台戏，丁小娃还有小孔，还有那个那个陈飞，还有前面在我们50分钟之前还有折子戏，很多的折子戏组成了一台戏。就是各大院团的全明星阵容打造的。作为一个我们这个新型的那个排练的阵容来的，所以说我昨天刚刚到上海，今天就是为了跟大家见面，所风尘仆仆的赶到了温州。大家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掌声啊？完了以后，这里结束，我的9点15分马上的火车要赶到杭州。明天上午要化妆造型。所以说，今天大家跟雅芬老师在一起的时间会非常短。那么我也替在场的戏迷提一个不情之请，因为在场好多啊，有我们除了是您忠实粉丝之外，还有很多票友，他想唱一段，让您指点一下。可以吗？刚刚好像前面就跟说了，有哪位要上来？赶紧抓紧机会，来。哎呦，身材那么好。黄敏，我们苍南赶过来的。苍南。对啊，开了1个多小时车，特意赶过来看您的。哦，辛苦。唱什么呢？夸夫是吧？夸夫。哦，唱夸。哎呦，本来我想唱夸夫给大家听的，他唱了我就不唱了啊。哎，不是考试啊。曾记得当年今天初相逢，但见你国家魁伟胆量勇，相公为国去中军，却在深闺少时梦。做不定龙，捡起我桃红迎亲。
唱得好吗？好在哪里呀？有刚刚说过的，要学会欣赏，要懂得欣赏。他唱得好吗？好呀，真的唱得不错。而且呢，从温州的他是业余爱好的，能够唱成这一段，唱成这样，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他的节奏啊很难卡进去，经常会有的人经常会卡到外面去，而且呢，他基本上的字还是咬得比较准啊。那如果说要严格一点说的话呢，还可以再实一点。位高是才高好，才高好，就是我们字还可以实一点。还有一个呢，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哈，你这段唱的是夸夫对吧？那你现在好像对你老公不大满意呢？因为他没和我一起来。哦，没一起来，没一起来，应该人家说，如果你背后夸他的话，他会更感动。夸的还不够。哎，对呀、我们说夸父啊，夸父要洋溢着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赏，要有种崇拜感，对吧？曾记得回忆当年金口初相逢，要有一种崇拜感。但见你国家快为大俩用，相公为国去从军，却在深闺少自逢。要有一种豪迈感，而且他是20年的夫妻，而且要有一种苍茫感、苍凉感。这20年来沙场去，在20年在沙场上面过来，要有一种场景感，我们说对吧？20年来沙场去，好像在家里面厨房间烧菜一样的哦。太糯了。彩礼下子海马转弓，这时候夸他的时候有点，你才立下了战功来的，两人说的悄悄话。所以说啊，我们在唱的时候一定要领悟这段唱腔的他的感觉，他的时间、地点、人物关系，他的情绪。你这段两个人在你侬我侬的时候啊，聚少离多，今天好不容易在一起，而且在夸奖自己的丈夫，你不狠狠地夸他，怎么会听你的呢？所以说啊，人是夸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做人也一样的。哎呦，你唱的真好，我也在夸他，对吧？真的，下次好好夸。下次好好夸，对着你老公夸，越夸越好。收一杯钱吧。好，谢谢。谢谢我们的黄明。黄明是特意从苍南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赶过来的啊。听说亚芳老师在，所以说这也是赶过来啊。真好看。对。他平时其实唱的会更好，今天很紧张。对，有点紧。那我肯定相信他肯定是紧张的。这个可能比在大剧院演出还紧张他。他们看他脚都在抖啊。但唱的真的是不错，真的不错。如果能够再增加一点那个骨感、架子感，可能会更好。大家我说的对不对？骨架。对，对。少了一个女将军的这种的气场。对，夸嘛，对吧？要夸得足一点，夸过头没关系的。还有没有哪位观众、戏迷朋友要来上？机会不多了啊，有没有？没有我就跳到下一个环节了。他们还都是不敢。之前都很多人想我要唱，我要唱。没关系，下次我们在剧场演出的时候来看我就可以啊。对，剧场那个演出前，最好是演出后可以去找亚芳老师。不行啊，演出前、演出后。演出前不可以，演出后可以。演出前，我还这里要再普及一下哈，演员呐。在演出前的1个小时，特别是他一开始坐下化妆了，实际上我们就是塑造人物开始，酝酿情绪了。如果很多的戏迷朋友他是喜欢你来了，哎呀，方老师啊，你给我签个字啊，方老师啊，你给我拍张照，实际上打断了我塑造情绪的第一点。演出完了以后，我们还在脱衣服呢，还在改装的时候汗流浃背。实际上，一个演员一场戏唱下来是很辛苦、很辛苦。那时候最好是让我坐下来，让我休息休息。但你说观众很热情，我要是不给你拍照吧，有的人说架子那么大，算他厉害了，以后不来看你的戏了，对吧？但实际上不是，
还有一个，我们演员，比方说我今天演了祥林嫂，我很苦的，我倒在地上刚刚死去，你马上起来对着你嘿嘿嘿嘿嘿笑，你说我笑得出来吗？有时候我谢幕的时候我都笑不出来，它有一个时间的消化，要有个过程。所以说今天我在这里哈，也在这里也呼吁大家一下，如果有不到之处，我们演员在演出以后有不到之处，让大家不满意的，也要多多的原谅。所以呢，我们今天大家要抓住机会。今天等会儿我们结束了，如果还有时间，不影响雅芳老师赶动车的话，找雅芳老师合影、签名都可以了。还有我们的签名都留在票上了。不能一个个来，一个个来，脸要抽筋的。那么刚才我在黄敏在唱的时候，旁边有人已经给我递消息了，说还想听你唱，必须要唱段《情心》，对不对啊？我今天呢是9点15分的动车，现在看看几点。好，唱完这一段，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活动。没关系，我今天要不回去的话，我这里那个 U 盘里面有大把的。可以唱到明天早上是吧？可以唱到明天早上，但是我今天必须要走的，不好意思啊，请多多原谅。来，琴心的音乐，让我们那个雅芳老师。琴心里面有 U 盘里面有的，刚刚 U 盘的那个梦兰她很会当家的，她说老师你太辛苦了，就唱这2段就可以了。一唱完把那个 U 盘一拔，就又放到我包里去了。他心疼你，对坐了这么长时间火车过来，对。昨天坐了4个多小时，今天坐了3个多小时。不够，等会还要坐回去。2个多小时，还好啦。实际上看到大家喜欢啊，也是我觉得能够到温州来一次演出也不容易的。我觉得主办方，像我们小邱他们做得很辛苦，希望能够把这个戏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来走进剧场来看戏，才会有这次的见面会。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演出方，应该积极的配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大家也真正喜欢的，1传2， 2传4， 4传8，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对，我们的这几场大戏票房能不能大卖，就靠大家1传10， 10传100了啊！来，雅芳老师再给大家送来。但是我跟你讲，你们要买票要提早买，因为我跟阿花演出也好，我跟那个祥林嫂演出，现在觉得我们在推广做票务啊，到时候真的会没有票子的。对，我们在上海演出《梁祝》的时候，连演了3场，外面票价翻跟斗，380块钱翻跟斗翻到3000块，真的。对，你就觉得会有现在时间还有，我等开幕的时候我去转一转，买便宜票，可能没有这个可能了。在座谁想捞一把，等会把那20张那个8折票拿走，后天去办票可以。别拿走，放在我口袋里面。我等演出的时候，我在门口，我自己去倒票。交给我，交给我。来，开个玩笑啊！《西厢记·情心》，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吧？我相信喜欢越剧的人都会唱。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也是走进原派的第1段唱腔。马上变成崔莺莺了，对吧？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唱，真的由衷的喜欢，也是大家接受我的，从这首《情心》开始的。心
唱的朋友一起唱，机会难得，与方明星一起唱。有一个说不要，一定要听我唱。实际上，真正要拍手的时候啊，是当滴当。对的，我们知道的，以后我们会做得更好的，是吧？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我们粤剧名家方亚芬老师。谢谢，真的，来的非常的匆忙，但是时间过得太快，1个小时就这么快就过去了。真的希望明年我们的戏剧周还来，而且再来做一个戏迷见面会，1个小时不够，3个小时。的人能够了解、欣赏，我们优美的粤剧传承我们优美的粤剧，更透彻的了解我们粤剧。对对对，非常感谢大家哈。因为亚芳老师要赶火车，我们也就不多挽留了啊。等会赶不上火车，麻烦可能路上会堵车。没关系，我赶不上火车，他们很开心。他说：“方老师，我请你吃宵夜。”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么先送我们亚芬老师离场。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正好有我们这样反拍一下，我们拍一个集体照好不好？大家都不动好不好？你们可以举手，你们可以做，哎耶！我在这边。